高雄旗山的马头山生态真丰富，刷去红头岛千外公顷的本色，居民应望才会当成做国家自然公园保护环境。市府表示会请工务局主动协调民团，甲国家自然公园的管理处来讨论。 今年2月份，马头山居民为着红头岛有毒废弃物爆发起抗议。其实马头山地区面积大约有1300公顷，无论是地质景观，也是动植物的生态，拢真丰富。地方争取6年，望者会当成立国家自然公园。马头山自然人文协会会长黄惠敏讲，假使马头山家己成立国家自然公园，经费甲土地问题是真大的挑战。目前是因拿入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去评估，不是说没有1000公顷就不行。 这样子，那我想，如果以现在目前所评估的，也确实是在国家自然公园的一个资源度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且现在我觉得，在这种现在极端气候，甚至现在到南部也还没有雨，我觉得很多的物种是急需要、迫切需要我们去保护它的。 黄惠敏认为，马头山的地质根本无适合开发，而且阁互人偷倒有毒的废弃物，只有成做国家自然公园，才会当保护当地环境甲自然资源。初六高雄市议员马志顺都要求市府要赶紧促成这件代志。副市长林清英也答应，会安排 NGO 甲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进行讨论。马头山的国家自然公园因为按总统有回答讲，由地方往上。 补起的安尼，干来有法度来迄落。跟我们的公园处，那么主动的再来跟自然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我们的国家公园署再来把 NGO 找来我们继续再来讨论有关能够先行的作为。 虽望地方望赶紧做，不过主管处表示，马头山的生态热点拢伫私人土地较济，地主目前也无共识。如果市府会当整合地方的意见，向国家公园署提出可行性评估，后续就会当照相关定数来办理。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